为了自细汉教育后一代应有以人为本的交通观念，并透过歌舞剧较创新的方式来吸引学生的眼光。今年度教育局所推出人本交通新文化系列活动，第一站来到安平国中，就打算用一节课时间到校园巡演。教育局长表示，该系列活动嘛争取内政部国土署提升道路品质的经费补助。并结合机车行加电检站的通路来扩大山道，希望无分年龄进一步减少交通事故危害。有的还是滑手机过马路，有的还是不注重内轮差。不仅是年长的70岁的、80岁的年长阿公阿嬷会这样子，有时候年轻的朋友也会这样。难道我们年轻的朋友懂得比他们少吗？不会啊，我们还会上网去做很多这个事情，全阿公阿嬷都不会。所以阿公阿嬷会犯的错误，我们年轻人不要犯。非常高兴市府能够率先来推动希望到校园里面来跟各位同学一起来分享，而且参与，希望能让大家从使用者的角度开始来观察我们学校周围，那甚至整个市区，你们平常如果有在使用道路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行人的用路环境更顺畅，那让我们的这个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更安全。除了实体学习，市府嘛同步推出线顶的课程，对今仔开始到6月30号，照上班学习并填写问卷，都有机会抽到电动机车等大奖，邀请民众好康到小报踊跃参加。台湾新闻管制采访报道。